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中华职棒，今仔日开放1000个观众进场看球赛，将做全世界第一场，在新冠病毒的疫情还搁咧发展，有观众进场的职棒的比赛。昨暗是中华职棒关门比赛的上尾一战，比赛进前，国军是扭开着大白的国旗，向台湾的防疫的英雄来致敬，迄个场面，互人真感动。 中华职棒闭门最后一战，由乐天桃园对战富邦悍将，比赛前由国军开场。看到场中央，我们特战官兵派出的 Special Force SF 队形。日军特战指挥部60位官兵由大白的国旗向台湾防疫英雄致敬。 第二入场，台湾伫新型冠状病毒防疫的成果，全世界拢看到。伫政府超前部署甲全民共同的拍拼之下，中华职棒如期举办国军带头唱国歌。在迎接新球季开放球迷入场前，中职闭门最后一战，由法官兵带头唱国歌，为台湾加油，嘛好世界看见台湾。